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生团，台语安尼写生团，繁衍、繁殖、蔓延滋生，台语讲生团。伊18岁就离乡背井出外打拼，经过漂泊的岁月了后，也是回到故乡定根生团。有不少长辈传统的思想要带震动，认为生团后代是责任，就要生查甫的来烫香火。有一寡外来种，像嘉陵、青岛町、山水乡等等，拢真霸真熬生团，严重威胁到本土种。生团的团藤，香烟瓜仔就是团藤的农作物，香烟瓜仔的叶又甜又小，就是瓜仔树。生团的团根，土豆、番薯、马铃薯，拢是真熬团根的作物。有一句俗语。番薯唔惊落土烂，只求技巧代代传。这是咧形容台湾人旺盛的生命力。亲像番薯，就算已经落土烂掉，也是会当生存生团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生团实在真趣味。